好，大家歡迎到咗嚟今日嘅 podcast 嘅第三段，就係留大家了解到 AI 人工智慧樣板型應用吼，其實大家你下唔多啲嚇，人嘅生活地圖全係 AI 哦。比如講咧，像大家有可能有用過 ChatGPT， 比如講當當然下播國家下都用到，係個機會讓人打嘴鼓啊，係咪佢讓人講笑口啦？讓人寫作業啦，寫報告啊，比如講像虛擬主播，你係咩係 AI 哦？像喺當當要推出嘅當當嘅虛擬主播，像喺客家電視台咩安算要推出，像喺哈比邊咩要推出咯，嚇，你強分唔出，佢到底係真嘅人，亦係假嘅人嚇。像喺要當當嘅天茶嚇、電車嚇，要自動駕駛，你係咩係 AI？還有無人機都填檔，都在擺詩啊、擺圖案啊，大家有看過嘅國慶煙火噶嚇，也係講總統就職典禮，有時就透過啲無人機落去擺當當嘅圖案，嚇，甚至係澎湖花火節大田八炮噶，係咪有無人機？再來無人機唔單止擺倆嘅東西，咩做係攝影嘅，你做係 AI 做嚟做到嘅嚇，好。比如講像平常時像嘅智能助手啊，就比如像Google Assistant 或是那個Siri， 你都全部都係 AI 最接看得到。看唔滿佢講基本天使樣板型啊，然後擺隻行程啊，甚至攞嚟老人嘅木卡圖嘅嗰種天氣嘅連結，然後開火，然後開乜嘅音樂，哦乜嘅時間嘅轉到副卡架下，乜嘅乜嘅影響都會響起來。這都是 AI 可以製作的哈。再來，自動駕駛機車哈，在海洋哈，都得用咧自動駕駛，裡邊都有 AI，因為基本讓你算一下，面前嘅查機場，有機驗，這唔會去創造機，不過要做到保持那個速度。再來，智能家居哈，像大家講到，這個做到結合人嘅智慧輔助哈，智慧助手做到結合你的智慧家居哈，用白起呢，比如講連黑燈哈，連結家下，比如講你到5倍時間，就是控制你不開家天，乜個時間要開，乜個時間要關，哈，到乜個情況下轉不開，以前10分鐘以內，佢就開始冷氣就開始運作嘅，甚至控制你不開嘅光線要極強。那都係人嘅智能家居。再來醫療診斷哈，比如講啊，佢做啲分析咯，像喺當到頭擺可能目睭看唔到嘅，會動細隻，好個 AI 分析過後，因為它有背景資料庫嘛，你當到咧，比如講像係那一種情形，那一種癌症，可能會出現佢會出現咧那種偏針，好佢用 AI 嚟去分析過後。做啲天數嚟解決較基礎嘅問題，然後醫生做出較好嘅治療嘅那種決定嚇。比如講去監測嘅比如講心跳率，然後血壓有幾多，嚇提供嘅延時即時嘅抗體嘅監測，然後那個意見，比如講你可能根本你較唔適合去做那一條嘅動作，甚至你下面有當年嘅那個數據啊，都有那個。警報，比如講佢偵測講，人家時標啊，偵測講可能眼幫到嘅，佢延時會連結，然後你打嘅救護車，你係咩係算係一種嘅係監測嘅方式咯。第二隻應用，第二隻治療，人工智慧做得應用喺線上對病人嘅治療。嚟睇下南希燕，人工智慧做得應用喺線上對病人嘅治療。人工智慧做得應用喺線上對病人嘅治療。人工智慧可以應用在醫生對病人的治療。